今下晡有一阵大陆冷气团落南，拜四是这阵冷气团上界寒时阵，表示以北甲金门地区温度可能无到10度。国内发生病院内面满病烧，为有民众去越南探亲，伫病院接触到其他家属、护理人员甲清洁人员，共机帮也有一个人感染。高雄茶山有一搭军事碉堡，互乌白喷漆画图，警方已经抓到2个21岁查甫人，也甲伊移送法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8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今日下晡呢，有一阵大陆冷气团落南，气象署也针对着苗栗以北甲金门地区发布低温警告。气象署提醒讲，这摆是这阵冷气团是上界寒的时阵，也那苗栗以北甲金门地区温度可能是无到10度。另外，气象署也提醒讲，这摆人呢，也有一阵冷气团会落南，会一直寒到后礼拜2。圣诞节要到啊，民众伫红帽啊，甲朋友翕相，规身躯包条条，真有寒人的气氛。因为拜三下晡，有一波大陆冷气团落南，转台大降温。气象署针对苗栗以北地区甲金门地区发布感觉是唔是个低温警号。气象署预估拜四天光，一寡所在温度可能无到10度。苗栗以北的地区以及金门地区，出现10度以下几率是最高的。这波冷气团会维持到拜四，气象署预估爱到拜5，大陆冷气团减弱，温度才会慢慢回升。不过，真紧拜6就随有一波大陆冷气团落南，一直影响到后礼拜2。气象署预估爱到25圣诞节迄天天气才会回温。那未来的1个礼拜温度的变化是分成2波的冷气团。那第一波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周5的清晨为止，到周6的时候。又有另外一波的大陆冷气团南下。也那落雨的部分，气象署表示，拜三、拜四这2天北部、东半部会有短时间的阵雨。若是水汽有够，加上温度较低，中部3000公尺，甲北部、东半部2000公尺以上的关山，拢有机会落雪。提醒乡亲这几日来爱穿雨少，避免感冒。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国内发生今年头一站这病院内面膜的群聚事件，疾管署公布今仔日增加4例膜的确诊病例，是进前公布越南探亲带病入境的中部40多岁男性。伊伫病院有接触到其他家属，也有接触到这护理人员甲清洁人员，甚至是有一个共一个飞行机班的旅客也来确诊咯。目前这接触者有152个人，政府也拢有伫咧监测。国内出现今年第一件鼻麻疹群聚，疾管署18日公布新增加4例麻疹确诊病例，包括3例国内感染加1例境外移入，其中3例国内感染的是进前公布越南探亲境外移入的中部40几岁男性，伫病接触的陪病家属，也有病的护理人员、清洁人员。另外一位境外移入的个案是甲指标个案坐共一班飞机的旅客。这个一个群聚的一个事件呢，到目前为止，包括指标个案，总共有5人的一个确诊的一个个案。那目前的接触者呢，包括医护人员，包括同班机的一个旅客，那大概有152人。那这些人呢，我们都会持续在追踪当中。那这个群聚事件呢，我们会持续监测到1月5号。对这边病群聚，疾管署甲地方政府卫生局在设到这间病一个轰炸，建议病院加强相关监控措施，同时也建立员工自主健康监测机制，停办年底院内大型活动，办院内麻疹感染管制教育训练等防治作为。皮肤科医生讲，麻疹传染力正强，会让对空气甲细菌传播。常常看到的镜头包括脑痛、发烧、流鼻水、咳嗽，一个目睭感冒险。因为在密闭空间呢，它传染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假使没有打过疫苗的人，事实上其实只要接触这个麻疹的人得到之后呢，他感染的机会是非常高。1个人就可以传到将近20个人这样一个速度。医生提醒讲，高风险族群包括幼儿、有生的妇女、是大人，也有免疫力功能较歹的民众，得到麻疹了可能会造成肺炎、脑膜炎。死亡率要加10%，若预防麻疹，除了爱避免去人侪所在，也爱管水安，降低感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太平有一间国小传出这棒球队的教练有可能性侵球员，其他的议员是继续逼讲，这位教练的学长也不共性骚扰查某学生，目前是伫咧大营一间国小做教练。
教育局表示，讲这性骚扰查某学生的案件呢，是有成立要甲这个教练性平处分，不过无符合无适任教练相关的规范。日本教育基金会是认为，除了学校爱清查，也那教育局也爱替学校来看顾。台中市一间小学的棒球队教练，传讲长期对囡仔性侵、勾引影片，造成囡仔身心受到创伤。目前清查有31位被害学生，学校除了继续扩大稽查，也讲当初学校确实对无信任教育人员系统无做好清查的工作。他有C级的教练证，所以那个时候C级教练证的申办必须要减负行政单位的良民证。所以我们会相信他拿了C级教练证，他就有所谓的良民资格。这件案件又搁伫咧调查的时阵，民代又搁讲，这位教练的校长也涉及对学生性骚扰，怎么又搁伫咧大雅区一间小学做棒球教练？从111年的1月份到现在还在任教，还在这个学校。对啊，居然的回答说他不是任教师啊。民代讲，这两个教练是共乡，也是学长学弟的关系。2019年伫咧共一间学校的棒球队任职，其中做总教练的学长涉嫌对女学生性骚扰。2021年10月性平会议成案，同年的11月离职。因过伊伫咧过当年就走去台中市另外一间学校工作，学校明显有失职。因过学校讲，迄当阵并无查到无适任教师的记录。教育局也讲，这个教练无符合无适任的相关规范。我们性平委员是认为是说，虽然纯粹属于开玩笑的这个部分，但是已经造成当事人不舒服。性平的报告只给予4小时的一个性平的教育，没有符合相关的一个规范。如果学校按规定每年将所有的教职员的名册在这个系统做一个勾勒，其实他就可以查出来这个教练其实是有犯罪记录的。日本基金会讲，2021年进前，无适任教育人员确实系统内面是无法度查到深受前科。不过，2021年了已经会当查到，学校应该做好逐年审查。教育局除了应该加强督导，对无适任教师也搁伫咧教育现场也会自我检讨。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伫进前有公布这场霸凌案的调查结果，或者顶市强迫运动，卫福部说是认定讲毋是霸凌，引起议论。时代力量党主席王婉如早起就开记者会，提出这投诉者咱的掠图，呼吁这卫福部长邱泰源就爱比较劳动部找外部专家重新调查，而且公开这调查的报告。卫福部是表示讲，若准当事人会当正式提供相关的资讯，有新事情含新证词，就会当重新调查。要求同仁逐工早起下昼，拢爱做15分钟的深蹲运动。甚至连休假期日本旅行的女性同仁，倒来了也该补助。时代力量党主席王婉如公布，卫福部长教师现这个同仁所检举的赖群组资料，显示司长徐建峰强迫推销健康操。和基层员工压力真大。难道非要等到悲剧发生的时候，我们才要来正视这样的结果吗？呼吁邱泰源部长，针对长照师的助师长的霸凌案件，应该要比照劳动部，邀集外部的专家重启调查，并且公开调查报告的内容。王婉如讲，伫这几天有接到真侪卫福部长教师离职甲在职的员工传予伊的信息，也伫 FB 公开一张当事人写予伊的定情批。内面讲到，究竟爱拖偌久，伤害爱偌深，才当算是霸凌。王婉如这期卫福部的调查过程真啰嗦，调查委员的访谈过程拢无讲重点，毋那是伤害基层的公务员，也是官官相护的包庇行为。调查委员的访谈内容都只有针对王专员如何霸凌同仁来做了解，从来没有询问到助师长的部分。同仁们深蹲的时候还要加码短讲，委员表示说，其实1分钟很短，这样子评论是不是再次的伤害这些被受到霸凌的同仁们的心情？卫福部是回应讲，当事人并无透过这边调查程序公道回复，这个乃当透过原本所取得的资讯进行认证。若受害者正式提供资讯，有新的事情加新证词就会搁调查。对于本案出现的新事证与新证词，本部将配合当事人之意愿，可协同律师或其信任的民意代表陪同，希望当事人可以正式提供相关的资讯，
协助本部进一步审慎调查。卫生部重申，针对所有疑似霸凌的事件，只要有具体事情会当做进一步的调查，一定会秉公处理，袂纵容也袂冤枉，互大众一个事实甲真相。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就业安定基金的征期，审计长昨伫立法院也针对着就安基金5000多万的使用不符合目的，伊是强调会讨倒转来。今仔日立法院也审查到这劳动部预算，在野立委是要求讲，伫厘清进程不应该审查劳动部预算。调委最后是决定讲，无要审查基金预算，干那针对着这劳动部公务预算的部分来审。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滥善用的议题引起讨论，尤其审计长针对就业安定基金5000多万使用无符合目的，要追回讲法，佫开始引发关注。立法院维权委员会18审查劳动部预算，劳动部长洪胜汉面对媒体的追问，佫在重新强调未审调问题的态度。现在还没有收到审计部的正式的报告，对于就安基金的态度都是，我们绝对不会回避问题，我们也不会闪避现在大家所质疑的种种的争议。即阵的是，哪位质疑讲，若准就业安定基金有5000万无符合使用的目的，依法劳动部应该向相关的人员提告追偿。认为佫有异议之下，不应该审查劳动部的预算。哪位也对就业安定基金亏空200亿，要求劳动部说清楚、讲明白。要请教部长哦，他说这个就业安定基金现在亏空200亿。这尽量给哈，讲的亏损200亿是那个时候疫情期间，3年期间，我们的收跟支之间有200亿的这样子的一个落差，但是这个就是基金。因为哪位甲洪胜汉言辞互相拢真差，两位呼吁讲会当采取保留等做法，要是要按照程序审查劳动部预算。民进党一个调委黄秀芳，落尾是决定18唔审查基金预算，干那审查劳动部公务预算等部分。基金的弊案其实是透过媒体揭露的，而不是透过管理委员会，也不是透过立法委员，所以显然这个管理委员会跟立法委员的监督权全都被荒废了。因为18是国际移工日，立法院审劳动部预算，劳团是同时间到劳动部的外口进行抗议，对立委暂时唔审查就业安定基金。劳团要求讲，劳动部应该要定期公布就业安定基金的委员名单，并且减免骗过照护移工的家庭交的就业安定基金的费用。记者综合报道。敢是别人的囡仔拍袂惊啊！这新闻一直报，这个人拢袂惊。这台南永康呢有一间幼稚园，互家长指控讲有一个教保员会甲这个囡仔扒头壳挨起来摔，甚至甲囡仔硬饲物件，涉嫌不当管教。这家长要看监视器画面，教育局佫出来动，无互家长看。教育局是回回讲，是因为有其他的囡仔才依法甲伊限制，目前已经有介入调查。这个家长讲话讲到后天，看到这个囡仔的遭遇是感觉真唔甘。台南有3个家长18透过民代召开记者会，指控永康一间幼稚园的教保人员，那像有不当管教的情形。小朋友他本来吃的就比较慢，塞了吐又塞，塞着满满的食物，边走边哭，走到旁边没有人的地方，一个人默默的在那里哭。我女儿坐在床上，老师走过来，二话不说，从她后脑勺就扒了，接着用类似过肩摔的方式再把她摔到床上。家长表示，幼稚园的一个教保员，唔但用被仔甲囡仔的头壳砍掉咧，还佫甲囡仔扒头壳、掠起来摔，甚至甲食的物件硬挤落因的嘴里。目前拢总有7个囡仔受害。囡仔登去厝里反映了后，家长要求要看监视器。不过，说叫幼稚园质疑讲，监视无信任学校，因无奈才会向民代申请。甲我讲家长就是袂使看，爱去幼儿园看，他们都退学了呢。你为什么要让他在2度的受伤害啊？民代是气甲转伊转倒，因为教育局捌无互家长看监视器，嘛不准因复制甲转翕。教育局解释讲，因为有涉及第三方囡仔等等的因素，才会依法限制提供甲转翕。不过，人本基金会认为讲这无啥合理。第一个是辨识自己的孩子，然后再来他是最在乎孩子利益的人，就是为孩子的利益去主张。今天不让家长去调阅这个资料，教育局担心是违法事件调查造成困难或妨害，还是他本身其实是在妨害违法事件的调查。初步检视画面确实有发生不当管教情事，
目前该名教保服务人员已经离职，后续仍会持续收集证据及访谈相关人员，并将调查报告提交认定委员会，依照情节论处。教育局表示，初5接到通报了后，就展开调查。这个涉案的教保员已经离职，后续会追究幼稚园通报感受疏失的问题。若是有，无排除照教保服务人员条例罚减少或者是停招的处分。针对这点，幼稚园甲家长会释咧，嘛讲会全力配合相关单位的检核甲督导。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茶山西海花步道有一搭军事碉堡，或者受产的巡查员发现讲碉堡放乌白乱喷杂画图，警方追查3礼拜了后，有找到2个21岁查甫人，因是趁到这波人的时阵来遮画图，目前也甲这2个嫌犯移送法办了。行茶山步道来到上瓦近海的西海岸，这就是红叫做茶山阿鲁尼神秘的所在。想袂到边啊，这个70栋历史的军事碉堡，红用漆喷甲花里绿鸟，除了有用乌色的漆画各种图样，嘛有用七彩漆喷英文字，还阁有我爱高雄。来高雄的观光客看到出名的景点去互破坏，嘛不加受气。教歹囡仔大细啊，而且咱伫佚佗的时阵。伊予咱的是一种真美丽的景色，因为你的行为破坏这个环境。爱甲处分一下，敢若罚钱无够，来有一种真够的作用，无大家拢会学啊。遮水的风景啦，画甲安尼足歹看呢，足无彩呢。寿山国家公园的巡查员，伫咧11月底巡逻的时阵，就发现碉堡去互喷漆。警方调查山八卦机监视器，发现有2个查甫人对轿车落来，搁炸一袋物件行入去碉堡，真有嫌疑。顶礼拜就伫咧桃园甲高雄掠到这2个21岁查甫，伫咧其中一个人厝内底，嘛找到漆管喷漆的管仔，2个少年人拢移送法办。它本身它就有原先的功能跟原先的样子，那现在目前被人家在上面涂鸦，我们希望就是后续我们会再处理让它恢复到原先的样子。高山分局嘛提醒，虽望碉堡目前废弃啊，毋过乌白乱造，破坏国家自然公园的设施，这种行为违反国家公园法甲毁损罪，毋但爱罚3000块，上重阁会当判2年有期徒。记者柯昭勇高雄报道。来看这条新闻吼，有影是真正危险，因为赛车的人有当时也看袂到你。有民众呢骑这辅助电动车伫咧车路顶头，路边的轿车是雄雄开车门，这骑电动车的民众惊一个煞来并车受伤。事实上，真侪这新长者含这老大人拢会骑这种的辅助电动车出门，也因为这算是行人辅具，敢若会当伫咧顶仔卡或者是人行道顶头走，违规骑到车路去，爱罚款500块。驾驶拍开车门，后壁的车踹一条，赶紧动力，当场就摔伫涂骹。受伤的民众使用的就是这只医用的电动代步车，伫车路定定看到。不过，安尼走伫车路到底有问题无？应该是不要了，这个他现在也没有造成怎么样重大的违规啊。当然很危险啦，因为跟马路上的车速实在是差太大了，而且不像汽车外面有车体可以保护。这种代步车解决新长者来来去去的无方便，也愈来愈侪时代咧使用。只是按照法规，官方列做行人的辅具，敢若会当伫顶仔卡、人行道使用。若是伫车路走，就是违规。系视为行人活动之辅助器材，于道路上应遵守一般行人之管制规定。违反行人用路规定，得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8条处500元罚款。还是有一寡人对法规无清楚，一时疏失走去哩车路，毋过有一寡情形煞是互逼咧走去车路顶。常见人行道上得去，但是走到末端遇到障碍物，我们就下不来。那我们必须要在很窄的90公分的人行道上要回转回头，又要回到起始点。还有就是人多的地方啊，这个脚踏车的违规使用。人行道的障碍真多，道兵团指出，交通号志的条仔、台电变电箱拢是阻碍，尤其阁有机车违规停车等等的困境。这款文具的应用，除了爱强化使用人法律的观念，安怎完善交通的设计，也袂当轻视。记者综合报道。
彰化县的火葬场要起伫倒位，引起争议。士林、丰苑两乡镇的民众，除了顶礼拜游行以外，今搁再找一个监察委员တင်情，因是批评这县政府乌想选地点硬要推动。监察委员讲会了解这起案件，那县政府的民政处也讲赶紧会来调开地方说明会，也配合监委的调查。民众激动跪伫咧涂骹顶前，向监察委员表达心声。彰化县府按算伫咧丰苑乡二林镇交界兴建火葬场，引起了地方强烈反弹。18号，2名监委前往议定地听地方တင်情，现场组织超过400位的民众，批评彰化县府乌想选址强行推动。已经被整地推平了，还种下植物了。这个彰化县政府违反环评法22条，他还说书都还没有送哦。这2块5000平方公尺已经做了。彰化市专台唯一无火葬场的县市，县府提出伫咧丰苑乡草湖村一块9.51公顷殡葬用地兴建，加上伫咧丰苑第一公墓拿骨塔，也搁当伫咧兴建的第一宾馆边啊，要打造生命园区。但是民众烦恼丰苑二林是农业区，议定地荒尾人口真多。空污会影响到健康甲生态。14号还阁曾经发动游行，监委是强调后续会详细了解整个案件。阮接受到大家进行了，阮登记会甲大家进行的内容，真详细哈，甲了解。经纬依照调查权的部分，他们需要我们提供相关的资料，或是我们都会依规定来提供，让经纬了解整个来龙去脉。彰化县政府会全力配合他们的调查。彰化县民政处表示，预计明年1月初就会举办地方说明会，甲民众面对面沟通，而且尊重监委的职权，后续会提供相关的资料，全力配合调查。记者彰化报道。叙利亚阿塞德政权落台了后，以色列是趁机会去攻击叙利亚境内军事目标，而且占领2个边境区。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17日去到战略要地黑门山，而且表示讲以色列军队会一直驻守伫咧黑门山，这是头一届以色列总理打到叙利亚的领地。叙利亚反政府军推翻阿塞德独裁政权了，以色列用无希望先进武器当一位极端组织手头做理由攻击叙利亚境内将近500军事目标。佮占领2个边境弯墙区，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伫17去叙利亚上关山、欧门山巡视，而且甲以色列国防部长、军队参谋长甲其他官员伫欧门山开会，各翕影片发表声明，表示以色列部队会继续驻守欧门山。这是第一摆有以色列总理伫任内到叙利亚领土。רק קיבלה משנה תוקף בשנים האחרונות ובמיוחד בשבועות האחרונים עם האירועים הדרמטיים שמתרחשים כאן מתחתנו בסוריה. אנחנו נקבע את הסידור הטוב ביותר שיבטיח את ביטחוננו. 另外，阿塞德政权崩盘了后，伫叙利亚境内发现一个万人蒙阿堡。国际政权法庭检察官拉普第17表示，有证据显示这是前总统阿塞德政府运作国家主导的死亡机器。为2013年以来推出超过10万人受酷刑，而且被杀害。受害者毋但是叙利亚人，也有赴美国、英国等外籍人士。这是为二战纳粹以来毋捌看过严重暴行。根据收到资料显示，亲像安尼大规模的蒙阿堡，恐惊也有66个所在。هنا كانوا يجيبوا إنه جثث ويدفنوها، عرفت شلون؟ كانوا يجيبوه بس هلا بيحفروا أبر، كل أبر ينزلوا له 5 6 ويطموا هدول اللي هون. في هنيك كمان هنيك جوار كبيرة وبيجيبوا يعني بالبرادات كانوا. 纳普补充讲，除了要查出2013年叙利亚人遭到大屠杀的真相以外，恐惊这每一个老百姓拢受阿塞德政权的恐吓威胁，而且对遐原本也有一丝希望。随着失踪人口受害者家属来讲，伫看到这蒙阿堡了后，噩梦完全破灭。目前受害者家属甲政权组织在努力推动国内外司法机构介入，追究相关的责任甲罪行。公司新闻新闻陪朋友。罗西亚的将领基里洛夫传出伫咧秘书区互人崩死，这是罗俄战争以来罗西亚上高级的军事官员被暗杀身亡。这乌克兰是承认暗杀行动，也讲这基里洛夫犯战争罪是合法的目标。罗西亚就批评讲这是恐怖主义的行为，也拿美国是否回讲这战行动和因无牵连。
亲乌克兰人士放出这段影片，会当看到俄罗斯的国家将领基里洛夫甲伊的助理行出大门时阵，伫咧突然间的爆炸现场死亡。基里洛夫是俄枪队以来伫俄罗斯被暗杀的上高级军事官员。Не знаем. Это там вот здесь. А так здесь все открыто. 俄罗斯调查委员会封锁现场进行调查。俄罗斯官方媒体报道，这边爆炸威力差不多是300克 TNT 黄色炸弹。案发了，炸弹专家过入附近的范围，无发现其他爆炸装置。Произошедшее квалифицировано как теракт, убийство, незаконный оборот оружия и боеприпасов. 乌克兰安全局一位消息人士承认，代志是乌克兰做的，讲基里洛夫是合法的目标，则他起诉伊犯战争罪，就会为大规模使用禁制类化学武器负责。俄罗斯北俄高官被暗杀，严格发生伫咧莫斯科的行动无罪。It's not something that we were involved. 54岁基里洛夫是俄罗斯辐射化学甲生物防护部队的司令。今年10月，英国以监管化学武器是克林姆林宫放假消息的主要人士为理由，对基里洛夫实施制裁。乌克兰安全局讲，基里洛夫下令动用化学武器超过4800遍。在战争期间，有超过2000位乌克兰军人因为化学中毒丧生，而且有几多个人死亡。对此，莫斯科方面否认，颠倒指控相关讲法无根据。进前，美国也八讲俄罗斯用化学武器摕到对乌克兰战场的优势。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国民党8日的时阵，甲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接落来，初审通过选罢法修正草案。今仔日换面进党的立委来占主席台，批评8日的会议是违法，而且是不效的。下晡若日继续伫咧调野协商对决。8月议会会排审选罢法、宪法诉讼法含在违法修法，国民党团要拼三读通过，也那民间团体是搁再号召青鸟，伫国民党部含立法院附近抗议。不管国民党立委8日伫内政委员会3分钟初审通过选罢法修正草案，立法院拜3调野协商，那日继续交手。出委员会之后，已经委员会有清楚68条，请看一下好不好？就可以依职权行使法送院会来处理。今天68条，我们有所有的法案都是经过已经协商，可以不协商啊，完毕，没有达成共识，未来就可以交院会处理。公调委，我希望你作为总理院长，我们就看你。我都搬到中立去了，我真的很中立。调野互相拼场另一边，因为民进党立委占主席台，空旁半日的内政委员会出现空旁，议用宣告会期延长到暗时12点的。国民党籍调会习近平下晡4点总算出现，完成技术路确认，佮宣布继续开会。暗过伫场内行政院秘书长龚明鑫接到电话了后，甲相关官员离开。您是不是可以马上回来？我们现在会议要持续进行。谁请你离开的？不是，你已经什么？你已经他说他要再看一次，可以这样。我现在要开始会议，你是得到错误的资讯是不是？谁跟您说可以离开的？行政立委今年对空气质询正不满提出谴责案，向下北山所有行政院有选8月议会要排审选罢法、宪法诉讼法加在违法修法。国民党团要拼3度，提早伫议会外口备战。民团阁号召青鸟伫国民党部甲立法院就会抗议，对调野对立严重。洪胜总统赖清德伫民进党中常会表示，希望立法院议案审查应该充分尊重民主定序，调野有更较侪时间空间讨论甲协商，才是真正民主之道。记者综合报道。国造畅水南海鲲号目前也未进行一海上测试，引起质疑。国民党的立委马文君提案要把明年度的预算总排掉。国防部长郭立平就表示，安尼先做呢，这畅水南的开发恐惊会搁再前2年，强调会继续来和立委沟通。台湾造船工会也呼吁讲，立法院爱支持相关的预算和造船的技术伫台湾定建。期待就是说，各位委员能够支持我们的潜舰国造。国防部长郭立强心情正振动的话话，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18日咧审查明年度国防部预算，其中正受注意的将舰国造明年后续间要到20亿个预算，因为海军舰明年才当出海7次。在野党质疑也有风险，立委陈英康主张冻结预算，
马文君是讲要全部删除。我之前已经也说过了，就是说在海测通过之前，就后续件的部分，我们不会动用。如果这个时候没有办法来编列这个预算的话，当然会对我们潜舰国造这样以国防自主的这个方式来提升我们的战力，会有相当大的影响。如果要简列或者删除这一件事情呢，对我们以后武器的研发不但会有很大的影响，甚至对于相关的厂商，他也再也不要去跟我们台湾的政府合作。这个跟决心没有关系。这个潜舰国造是一个很好的政策，但是你有目的吗？你有方法吗？你有手段吗？你的合约框架是如何执行，细节如何规范？那中间如果中共犯台，你生产线停了，这个时候的合约还有保险这些东西都要讨论。对预算安怎处理，陈英康讲尊重会议主席安怎协商党团来决定。因那周俊光会时发函予立法院三大党团，讲担心减减量产的计划若延后，对所得来买核心装备恐惊真不利。我觉得2年延宕还算是少估的了。以国外来看的话，可能会觉得说，你对于潜舰国造或国舰国造这一块的执行力度，或是说你到底是玩真的还玩假。第二个，就工程面来讲的话，它整个潜舰留下来的能量，人可能会散的。那到时候要再重新再来的话，整个经验传承上会有很大的阻碍啊。冻结与否，这个绝对是这个立院的委员他们的权利，所以我会觉得这边还是有赖于海军如何去跟现在的一个党团，或者是最基本就是国防外交委员会这些相对来说比较更为对国防更为专业的委员能够有更多的互动。军事专家是认为，一切拢是以资讯为主，回归到专业。也希望军方才会提出更加侪有说服力的资料，让立委或者是大众会当接受认同。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鸡卵生产过多，中华关就要鼓励大家加食管卵。后礼拜开始呢，营养午餐一礼拜就会加食一粒卵。本地是提供牧场卵，却因为是按问题，改做是细选卵。农业部是表示讲尊重市场机制，暂时无要全国推动。县长王惠美甲小学生做伙做鸡卵的料理，要来推测鸡卵营养。国内鸡卵目前生产过多，中华县饲鸡数量侪，为着鼓励大家尽量食卵。县府宣布12月23至明年1月17，国中甲国校的营养午餐会为目前一礼拜一个学生3粒卵，搁增加1粒沙的卵或者是低米卵。那最主要就是希望孩子们有充足的蛋白质，能够呢更加的健康。是这去德东国小的中央厨房，营养师准备甲鸡卵饼送入去烘箱。伊赞成每一班拢增加鸡卵，毋过进前敢若提供牧场的卵，惊会有鸟仔屎等等污染的物件，较会有食安的问题。向县府甲厂商反映了后，即卖会改做提供细选卵。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在打蛋的过程当中，可能鸟屎或者是那个就是污染物会把它掉进我们的蛋里面。那为了安全的话，我们就是跟厂商那边强烈的要求，我们一定要用洗选蛋，才可以符合我们的食品安全标准。彰化市卵鸡的农民陈秋埭表示，今年差不多拢无禽流感的疫情，全国饲鸡的数量甲每一天鸡卵生产的量是拢创下新高，产量过多煞消袂去。彰化县营养午餐增加食鸡卵的措施，伊认为应该扩大到全国。鸡3700万只嘛破纪录啊！生产量13万，一天13万5千箱嘛，拢破纪录啊！扩大去实施，讲尽量把这个卵筋消透出来。毋过，彰化县府的政策，农业部长陈俊贵讲，卵的介绍会因为无共季节，介绍有变化，会尊重市场的机制，袂全国地咧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四手啊，沙琪玛有人叫做木瓜酥、卵仁酥、鸡卵酥，也有人叫做是碧藻糖、米藻等等。伫咧台南的钓民众买这个鸡卵酥沙琪玛，也被透过就发现讲，这内面有一个金金的物件，是一粒螺丝帽。家己县卫生局接到通报了后，随去太保的食品工厂稽查，业者强调讲，当咧调查是倒位出问题。民众拍开这传统的点心沙琪玛，内底有葡萄干、有杏仁，拢是真正常的配料。不过，这个也被偷开的沙琪玛内底，竟然出现金色的螺丝帽。为什么这个葡萄干怎么是亮亮的？这样，我一看说，哇，怎么有一个螺丝帽在里面？这样，那我就觉得说，我就把它先留下来。还好小朋友他要我们帮他拆，那他不会拆，所以我们就把它没有拆开的状况之下，原封不动。
教会伫耶诞节进前办活动，准备沙琪玛做点心。不过，咱未偷开来食，就发现维罗斯堡伫内底。虽然后来有甲食品公司联络，不过得到的回应算是真冷淡。他要我寄回去给他，然后他寄一份回来给我。我很诚心说好，您在哪里，我过来回收，我来亲自跟您道歉。我觉得这是很合理的。实际到这间伫嘉义太保的食品公司，业者强调，因当日里称是生产过程的多一个部分出问题，卖搁加强管控品质。我会去对那个生产和制造的过程做了解，那会对消费者做完全的负责任。那本局立即派员至现场查核，那看查核结果，再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办理。维罗斯堡的沙琪玛还搁伫咧消费者处理，嘉义县卫生局嘛到食品厂稽查，后续会搁依照稽查结果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有立委指出讲，伫咧中国的社群平台有一个假口罩，叫做国疆的官方口罩，伊伫顶头卖国疆的周边商品，才有可能影响到国疆的收益甲形象。国疆表示讲，目前正在调查这对方卖物件是对倒位来的，也若对对方无名诈势，已经透过中国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这假口罩爱关起来，而且爱赔偿。国立国疆博物院，互人号做国疆三宝之一的脆角白菜，就算是上班日，也是成袂少民众来看。但是有立委发现，伫咧小红书即寡中国社群平台，有假口罩使用国疆的名字，咧卖脆角白菜即寡国疆点品的周边商品。就连拄出版的2025年腊日，也有咧卖。有一个台北国疆交流中心在贩售这个故宫文物的这些资料跟授权哦然后呢还得到这个蓝勾勾官方验证啦那等于是在假装帮故宫在卖它的文物的授权，而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当然就会影响到故宫的自己本身的收益。趁钱的拢是别人，开钱的拢是咱，安尼袂使。点开即寡假的国疆口罩，毋但咧卖商品，搁一个小界电缆品，假做哪像是真的官方口罩共款。国疆表示，目前还无清楚对方卖的商品是仿的，也是透过管道买国疆的正版商品提去遐卖。这部分目前正在查证。阮想办法要去甲迄册买转来检视讲，这是毋是阮的产品，还是讲伊个去仿冒的，用台北国疆的名义来对外宣传，阮也是感觉少头疼的。感觉这个部分，阮已经有采取用法律的手段要求对方的厂商爱赔偿。国疆表示，因上早为2021年7月开始，就发现中国社群平台顶有人咧用国疆的名义经营口罩。国疆讲，当然透过法律手段，伫咧中国的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甲口罩关起来，无名诈骗的部分也要求赔偿。目前相关的诉讼正在进行，要来等待判决结果。记者阮林玉凯台北报道。经济部对自2014年开始，针对全国活动断层含受影响范围进行地质敏感区调查。进前也有公告3个活动断层地质敏感区的划定是伫咧台南、台东，也有南投。亲像台南的这个口小里断层范围是对台南的市区，经过着左镇、玉井到南西有18公里遐长。经济部透过这款的调查，是要互大家来了解到地质。也若讲到最近呢，这嘉南地区正接地东。伫咧断层带附近的居民就表示，就算当年有防灾演练，不过因也是会烦恼。断层带是在这个中间，我们评估之后画出来的这个带状，好就是敏感。伫活动断层为范围，经济部地控中心上新公告3个地质敏感区，包括台东的日吉断层、南投的草乡断层，加台南的口小里断层。我拢有咧防灾演练，嘛是加减会烦恼啦吼。太袂烦恼吓。啊，人拢讲伫这，我嘛唔知啊。啊，阮会当讲咧地摇迄几工啊摇4遍，我惊要死啊！拄着种大地动，知影讲要安怎走啦？啊，卡啦嘛要安怎走？到伫咧断层附近的民众讲会担心。根据气象署地动预测中心的资料显示，今年嘉南地区已经侦测到121件地动，其中明显有感地动25件，小区域地动96件，总数是2023年的4倍。今年花莲03地动了后，嘉南地区也一直传出群震。专家讲，台湾西部山带地壳甲少年因为破碎，定来引发地动。
嘉义、台南这个区域的地震的频率是特别高的，是北部的这些桃竹苗啦、台中啦、高屏这边大概是它的10倍以上啊。但是它的地震的，以过去的经验来讲，最大的地震大概规模5点多，当然也有6点多的自灾的这种造成灾害的地震，但是这种频率上来讲，大概是20-30年才一次。经济部地控中心讲，危险地质敏感区是土地开发、防灾加保育的重要资产。公告就是要让民众对土地有了解，提早准备。一条断层划设它的地质敏感区，可能要花到3到5年时间。早年调查的人力不是很多，再加上台湾经济发展非常快，很多地方马上就开发了。现在你才发觉说，在敏感区里面，不要担心，之前这些建筑技术的规定都有提升了，尤其921之后。民众若想要了解家己的徛基是毋是伫咧断层大附近，用去到台湾断层活动查询系统查。地控中心也强调，地质资料是公共财，希望中央甲地方政府应该加强在地沟通，做好风险管理。记者综合报道。中华空指标头前有一丛种50年的青仔，因为破病经过评估，决定要把这丛青仔撤掉。不过民众认为讲这撤树仔决定伤过老早啊，主管机关应该要有更较周至的做法。若阵真正爱刷走，就要整体去思考到排水系统也个用路空间的规划。中华空指标头前的老青仔，也会当看到民众送别的卡片。这张树龄50岁老青仔，因为破病，县府经过评估，决定把青仔树刷掉。附近民众甲护树团体知影了后，真唔甘，希望会当有其他补救的方法。现场查看，嘛发现伫排水、修整树仔方面可能有欠点。因水呼吸更没有办法呼吸，然后造成它的主根系烂掉，然后也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之前有断头修剪过。撤掉我感觉无采啦，这项树仔伫空准备遮尔久吼，在地的民众对伊拢足有感情。民众有打电话咧，希望讲树仔会当加保留啊，移除吼，因为感觉工作唔甘的，希望讲看会使佮继续甲移除吼，互伊一个机会，看会当存活，继续留咧安尼。中华县文化局表示，去年5月就发现青仔树破病，用药啊医治，但是效果无好。尤其即阵树木已经烂2公尺，重头轻，树仔随时有倒去的风险。彰化孔子庙呢是国定古迹哦，当下我们马上通报文化部，会发现这个榕树哈，它的主茎干有很大面积的腐朽，并且有白蚁的蛀食哈，所以建议哈是赶快优先来移除哦，避免无预警的倾倒之后发生的这个公安问题，也有可能造成我们孔子庙的一个损坏啊。文化局指出，为着安全考虑，青仔树必须爱刷掉，未来种新树会刷较内底去种，避免树仔影响到固定古迹。针对民众提出的排水插用路空间的改善，也会搁再讨论规划。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来看这条靠迄个工课做一半的，这屏东路中附近有民众甲奥多拜停伫咧人行道顶头奥多拜架啊，说放开罚单。经过民众的申诉，才发现讲，这停车架啊7月已经腐掉，说是腐了无完全，还佫有留一个印伫遐，害民众误解，违规停车放开罚单。即马警方也表示讲，这段期间900多张的罚单会全部注销。机车停伫机车格，民众煞收到600块的违规停车罚单。原来涂骹铺设的停车格，进前已经互涂销，但车格线还是非常的清楚。民众停伫遮互取缔开单，不服提出申诉。这个停车格哈，他说他们让他进以后，那个配套测试都做完了，就是说他们都涂掉了。结果我看那个哪里有涂掉，很清楚嘛。涂销无完全互误会是停车格，18转来到现场，停车格已经重新涂销，但因为地点伫屏东市公园路、屏东路中边仔的人行道顶悬，附近有百货公司甲病院，人车真多，重新涂销进前已经有真侪民众误停受罚。上次就被拖掉一次，现在不知道停哪里，你看。民众找民代顶前，认为其他误停的人嘛应该做伙撤销罚单。警方解说，计算搁低的是因为7月涂销的时阵线无完全抹掉，会撤销当地7月22到9月28的误停罚单。7月22日开始施作哈，然后线体没有打磨完全那个涂销的状况。已缴费的案件哈会逐笔的来通知民众来退费，另外未缴费的案件啊由警察单位通知民众外啊。这个会通知这个裁决单位办理相关的一个违法作业。
根据统计，这段期间因为民众误停开出的罚单总共991件，警方表示会甲监理站协调，简化后续的贴单程序，让民众唔免阁提出申诉，减少困扰。记者陈环宇、面交管屏东报道。婚龄死后的张宝强，因为庙内有已经过身彩绘大师陈秀仪上800个彩绘作品。2016年呢，获这县政府列作是县定古迹。17年的时阵有先甲大铁柱保护起来，不过到今拢无看到这修复进度。当地民众和信徒是拢真关心。今日去使用张宝强4界拢会当看到彩绘大师陈秀仪的作品，数量有148遮尼多，凸显张宝强的彩绘真珍贵。2016年，婚林县府公告做县定古迹，不过因为庙顶有真侪所在凹起过漏水，县府伫2017年先大铁柱保护庙宇的建筑。规个都已经拢烂去咯，木材再雕刻的再拢规个已经腐去咯。我就搭一个这地皮屋安尼尔，其他拢无做啥物。有后续的动作安尼。死后张宝强表示，真侪信众认为讲铁厝已经搭7栋外，庙内也有真侪差座建筑已经歹去，安全恐惊有挂虑。虽然讲有铁厝保护，不过嘛因为会漏水，甲国宝大师的作品也甲淡去，希望会当赶紧修理，或者是讲来定起。这铁人应该打久啊，换这庙寺内底吼，算讲，像文化部已经通过啊，到现在佫无处理安尼啦，算大家。阮遮所有全省的人会希望就讲，看是要来修理，还是要讲掉这个电器安尼。因为地方创生目前尚未公告它的作业要点所以我们尚在等待这一个计划。那我们也希望提案的计划能够去结合地方的文化产业以及文化团体。文管处表示，讲2022年文化部补助176万，加上县府经费拢总220万进行规划设计。不过今年4月送文化部书予工程补助计划，文化部请县府年底等中央地方创新计划公布了后，才阁提出修正计划，所来会配合修改，搁再送中央申请补助。记者婚林报道。台记真做上侪人使用的武器，伫咧政府部门却拢无一个政府单位。由台记专家、教授、民间团体组成的台记政策推动联盟，拜三伫立法院开记者会，要求中央甲地方着爱设台记的专职单位，也宣布对今年开始呢，逐年拢要举办全国台记政策民间会议，希望结合着民间的力量，斗阵来监督政府的台记政策。台湾国家正常化。台语学进为咱花。大声发出台湾人的心声，这是台记团体的专家、教授组成的台记政策推动联盟，站出来呼吁政府爱检讨台记政策。因表示，目前有一寡有意识的台记家庭伫厝内对时事讲台记，不过这个台记家庭的囡仔，若送到学校了后，找无朋友通讲台记，就会开始讲华语。有台文系教授认为，这款断层甲学校的教育有关系，建议政府推动伫幼稚园、国小1、2年啊，使用全台记来教学。即马就是无尽用华语去教所有的科目，这唔才会互大家人用华语讲啊遮尔好，嘛是要颠倒过来用台语去上华语，还是用台语去上英语，那会袂使，对无？根据109年内政部的统计，6岁以上主要使用华语的族群是66%，使用台语是31%，使用客语的族群干那1%，关注民语是0.2%。安尼看起来，使用台语的人口是真侪，不过详细看调查，会当发现6岁至14岁使用台语的族群干那7%。联盟认为台语断层失传甲教育有真大的关系。目前国校学生一礼拜干那上一届本土语言课程是无够的。另外，联盟有指出，关注民语、客语伫行政院下面有关民会、客委会这款专职的单位，不过台语却无，呼吁中央地方政府拢爱成立台语委员会。客家甲原民因为都已经有中央的客委会、原民会甲地方各县市的客家原住民的什么处、什么局，台语完全拢无。这对这个有传承危机的语言来讲，是足大的一个应该是讲咱爱去注意的代志。联盟指出，1915年时，日本政府有做一份调查，显示当时有8成的台湾人母语是台语，不过到2004年，台湾敢若剩3成的民众认为台语是因的母语。为着要把母语扣回来，台语政策推动联盟会伫咧12月2日举办全国台语政策民间会议，邀请各界做伙讨论，结合民间力量，斗阵监督政府的台语政策。记者陈阿双、柯斌哲台北报道。
为了要鼓励少年人用武器来进行影视创作，做回来记录台湾这块土地水，台起台第3届微电影创作比赛，伫今仔日也宣布开始评选咯。这首奖奖金有20万。老师讲要教台语啊？无啊，你甲你若讲客话啊？我袂晓啊，你就是讲台语啊。故事内底，小明请阿嬷陪伴伊完成台语学习单，阿嬷伫过程中耐心陪伴小明画图写作业。这是公司台语台第2届微电影底片评选活动的首奖作品。公司台语台第3届的微电影评选起稿无限制题材，这个比赛影片长度规定5分钟到10分钟，首奖奖金有20万。我想要甲你做伙。熊哥，咱要去约会哟？咱要参加微电影啦。微电影是台语剧情底片。第3届微电影代言人陈有和鸟咪熊哥小招去拍微电影。陈有捌出演过3部台语作品，虽然伊台语会晓听用讲的，却无遐练懂。伊讲这对演员来讲是一个挑战，不过也因为台语戏剧发现台语迷人的所在。你要分析角色，你就会去分析这个语言，所以你就会了解讲这个语言伊有足侪，它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这届担任评审的苏德贤导演也表示，用台语真做生活的语言，直接思考就去写剧本，安尼拍出来影片才是上在地的。观众也会直接感受到影片要传达的情感。剧本的时阵，咱的想法，咱表达迄个思想的部分，咱一开始就是用台语。我感觉这个潮流是越来越直接。导演也讲，这几年台语戏剧的题材愈来愈多元，拍片的时台语指导的重要性也需要大家重视。伊认为透过亲像这届微电影比赛，鼓励少年人用母语甲影像记录身躯边的故事。第3届微电影底片评选对12月18起稿，希望愈来愈多人做伙用台语绘出好故事。记者张家嘅曾俊佑台北报道。所以要带观众朋友看气象，唔得看温度进前呢，先甲观众朋友提醒，讲到这今仔日甲明仔载受到这大陆冷气团的影响，中部以北一个东北部地区是继续寒哦，那其他地区早暗也变甲真冷。另外要特别注意就是这桃园以北、东北部、东部一个西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天气民众就要穿雨较少咧。明仔载天气这变化，咱做回来详细看。今日台北桃园新竹对11度到15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1度到19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2度到2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2度到19度。平湖金门马祖对8度到17度，一个未来3天的气象。讲到这几天的天气，拢差不多在咧11度、12度左右，也提醒观众朋友一定爱穿好少。感谢您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